返嚟新聞時間，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結束，候選人唐英年話喺政府工作多年，見識過好多人，但就點名指港人要擔心梁振英。而梁振英就回應話唔介意被批評，但提出嘅人應該具體説明。高祖儀報導。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喺電台節目上面話，經過近期多宗負面新聞之後，經一事長一智，以後對自己要求會更加嚴謹。佢又評論兩位對手，點名指港人要擔心梁振英。何俊仁呢，我尊重佢，佢做人有原則。梁振英呢，就香港人一定要擔心嘅，因為我自己從政咗20年，我喺政府裏邊9年。我係見識過好多人啦，有好多人咧就講咧就天下無敵，做咧就無能為力。嗱，譬如85000啦，大家應該記憶猶新嘅負資產啦，1蚊樓燒炭，我諗起都驚。佢之後喺另一個電台節目話，對有人用醜聞攻擊對手感到憂慮，但冇回應僭建事件係咪被抹黑。披露你嘅僭建算唔算抹黑啊？你都唔答我呢個問題。唔係啊，我咪答咗你咯。即係唔係？即係大家用呢一啲負面醜聞嚟攻擊對手咧，大家係有憂慮嘅。係咪即係不算係？我亦都有同感啦。梁振英就話唔介意被批評，但係提出嘅人應該要再具體説明。即係提呢5個字出嚟嘅人呢，就係到底小心我啲乜嘢嘢呢？咁大家開始嘅時候就擔心話梁振英會唔會搞福利主義啊？咁唔係小心我嘅福利主義，咁小心我啲乜嘢嘢呢？咁我諗如果講得清楚啲，我唔介意嘅，我接受監督、接受指點、接受批評，但係要具體啲啦。另外，立法會通過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佢涉嫌喺西九事件流布利益。梁振英話會以平常心對待。西九件事，所以從時間同埋精力上咧影響到我嘅選舉嘅，但我唔埋怨落去，我估仲會有呢方面嘅一啲要做一啲被動式嘅一啲回應，但係呢，我哋希望盡量能夠將精力同埋時間咧擺喺個競選工作嗰度啦。對於行政長官選舉會否出現流選，兩個人都話有信心當選。亞洲電視記者高祖儀報導。至於代表泛民嘅行政長官候選人何俊仁，朝早出席團體舉辦嘅論壇活動，本來仲有邀請另外2名候選人梁振英同唐英年，但兩人都冇出席。何俊仁認為候選人應該出席各類論壇。依家大家入晒閘啦，大家都有晒政綱啦，係再冇藉口去到咧迴避，好似類似今日嘅咁重要嘅論壇咧嘅出席嘅任何藉口咧，都係一個藉口，係我相信咧係市民係唔應該接受。而我係期望佢哋能夠咧係一定係爭取機會咧係同場出席論證，但係似乎咧面對未來咧呢個機會係非常之有限。另外，何俊仁話未考慮如果今次選舉出現流選會唔會再參選，但就好清楚，就算流選都唔會呼籲支持者投票俾另外2名候選人，原因係大家喺好多價值觀念上差距好遠。而本身係選委嘅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就話，行政長官選舉出現唔少黑材料，令到選委難以選擇，可能會出現流選。佢又對3個候選人傳言，投票嘅時候會審慎考慮。流選有可能，同時咧就，但係當然我都話啦，你好多大家都話政治一日都嫌多啦，最後冇嚇，咁但係最初係有啲嘅，有啲傾向嘅，咁啊，即係因為你一路爆啲嘢出嚟嘅時候，我冇辦法啦，即係唔係話我改變主意啊，而係你嗰個你諗啊嘛，假如呢個特首出嚟嘅時候，你可唔可以有效地管治香港？將來嘅5年？然後跟住嘅普選嘅時候，會係一個咩嘅境況？呢啲都係我哋要考慮嘅因素。轉睇其他消息，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出現轉機，美國願意同北韓改善關係，北韓同意暫停核試同試射長程導彈。中國、南韓同日本都歡迎朝鮮半島朝住無核化嘅方向發展，但認為唔太可能即時重啟6方會談。由孫兆勤報導。
美國同北韓代表喺北京舉行嘅第3次高級別會談取得成果，雙方發表聲明，將會改善雙邊關係，同意就解決北韓核問題繼續會談。而喺談判期間，北韓係會暫停核試、暫停試射長程導彈同埋寧邊核設施嘅鈾濃縮活動，同時容許國際原子能機構派人員到平壤核查寧邊核設施係咪已經暫停咗鈾濃縮。美國話唔再敵視北韓，並且會提供24萬噸嘅糧食援助，將來會視乎需要再給予援助。北韓亦表明，一旦重啟6方會談，係會優先討論解除對北韓嘅制裁，同埋提供輕水式反應堆。美國認為北韓已經踏出咗正確嘅第一步。On the occasion of Kim Jong-il's death, I said that it is our hope that the new leadership will choose to guide their nation onto the path of peace by living up to its obligations. Today's announcement represents a modest first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美國白宮認為北韓唔係透明社會，需要時間去觀察。但係北韓新領袖金正恩主政之後，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就恢復同美國對話，係積極嘅信號。09年，北韓宣布退出6方會談，此後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就陷入停頓狀態。6方會談嘅其他成員國歡迎美國同埋北韓嘅會談有初步成果。中國話願意同有關各方共同努力，繼續推動6方會談嘅進程，為實現朝鮮半島同埋東北亞地區長治久安發揮建設性嘅作用。南韓同埋日本就希望為今後徹底解決北韓核問題打下基礎，但係就認為不大可能即時重啟6方會談。喺會談期間，美國曾經要求北韓承諾唔再攻擊南韓，但係北韓就冇正面回應。有南韓民眾就話，即使北韓答應友善對待南韓，亦不可盡信，因為北韓過去多次食言。佢哋認為協議對北韓民眾最有利嘅就係美國會提供糧食援助俾佢哋，緩解北韓嘅饑荒。亞洲電視記者孫兆勤報道。陣間翻嚟會報道。樂樂同瑩瑩未能成功交配，海洋公園幫瑩瑩做人工受精。喬曉陽話將行政長官選委會標籤為小圈子選舉並唔恰當。